大家好，唔講你唔知，其實真係好多人唔知。喺1980年初，我離開咗香港警隊之後，我去咗英國。喺英國做乜嘢呢？喺英國就讀咗一個 Teaching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嘅課程。翻到嚟香港，我就開始教授 English 英文同埋 Japanese 日文。當時真係冇諗過教英文可以教得咁興奮嘅，睇見學生學到嘢，自己教佢嘅時候又教得好開心。其實最重要咧，喺我教英文嘅課程之中咧，我發覺老師最重要嘅就係話教佢哋英文讀書係一定要佢愛上呢個語文 ，fall in love with English。其實好簡單啫嘛。當你愛上任何嘢，愛上任何一個人，愛上任何嘅語文，愛上任何一個學科，你一定會叻。你可以為佢做任何嘅事情，廢寢忘餐，日日都諗住佢。所以咧，我所有嘅學生咧，經過我潛移默化嘅影響咧，不知不覺都會愛上英文，愛上我所教嘅課程。要提高學生對英語嘅興趣，有好多種方法嘅。除咗教佢哋傳統嘅教學、講寫、聽讀、默書、作文、文法之外，老師要有啲心思、有啲創意嘅，經常同佢哋講下一啲可愛、有趣、頑皮英語 （Naughty English）。Naughty English 就係要你愛上英文。咁有咩咁緊要啊？喂，愛上一個人緊唔緊要啊？愛上一個人，你可以為佢做任何事情。如果你愛上英文 English， 成就只不過係時間上嘅問題。不過咁，Naughty English 可能會令一啲真正好頑皮 very naughty student 失望。我嘅 Naughty English 記住係一句粗口都冇嘅，講係唔明嘅。俾你睇一睇我哋一個以往嘅製作 Naughty English 到底係點嘅？少少唔開心，香港人就中意用嚟到表達不滿嘅情緒。查實呢個字都唔知點樣寫，就算真係有呢個生字，你同我都唔識寫啦。喂，不過唔係淨係我哋先識得，原來西人一樣識得，而且仲得叻過我哋添，因為佢哋嘅有得講，亦都有得寫。正確嘅答案就係 tut。tut tut 呢個字可以作為一個感嘆詞用 tut I don't like it， 我唔中意。又可以作為一個動詞用 he tut tut she tut tut， 佢又 tut tut。